唱片，有福氣有手氣，落實這新世代紅人傳奇。有頒獎禮就有你，萬歲萬歲一萬歲，陪住你滿場飛。誰人能及你最好手風，亂説都開口中，黃淡市都這樣紅。誰人能及你那麼威風，狀態真勇，做什麼都最順風。流行指標你都操縱，舉止舉世都看重。看看你越紅越美，多自信，去哪裏路人望見都會起哄。真恭喜你的好運氣，日日都宣佈到處有喜。長大是大志，情緒高漲地，每秒也在圍住你。放煙花，燒炮仗，有福氣有手氣，落實這新世代紅人傳奇。有親喜慶就有你，萬歲萬歲一萬歲，陪住你滿場飛。誰人能及你最好手風，亂説都開口中，黃淡市都這樣紅。誰人能及你那麼威風，狀態真勇，做什麼都最順風。流行指標你都操縱，舉止舉世都看重。看看你越紅越美，多自信，去哪裏路人望見都會起哄。誰人能及你最好手風，亂説都開口中，黃淡市都這樣紅。誰人能及你那麼威風，狀態真勇，做什麼都最順風。流行指標你都操縱，舉止舉世都看重。看看你越紅越美，多自信，去哪裏路人望見都會起哄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有兩位又好聲又好氣嘅朋友上嚟同大家傾下偈。係啊，一位咧就攞到咧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嘅李嘉欣啦，以及咧最佳女配角陳自瑤，歡迎兩位。兩位咧喺舊年，即係喺今年咧，都攞到好好嘅成績喎，而且有獎狀咧係得俾佢哋肯定嘅，給予肯定。冇錯咁咪可以話係大豐收啦。哇！咁大豐收，你哋有咩感恩嘅説話啊？好難得啊！即係得到公司肯定啦，得到大家嘅肯定啦，同埋喜愛，我覺得係好中意嘅一個名，因為喜愛就代表即係都係帶俾人歡樂同埋中意歡欣嘅嘢，所以好中意呢個獎，多謝大家。係，而我就即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，同埋好多謝公司今年都俾咗上年啦，俾咗好多機會我去做一啲好唔同嘅嘢，俾咗好多機會我，所以多謝，同埋要多謝 Lisa 姐。啊，係喎，好聲好氣就佢俾獎你㗎。嗱，你哋咁當紅當旺咧，講多啲祝福説話送俾觀眾最啱啦，東東係咪啊？係啊，我哋今日特別準備咗拜年急口令，睇下邊一個喺限時之內咧可以講最多嘅祝賀詞。咦，咁啊，即刻玩咯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行呢個去先。嗱，過嚟。請兩位過嚟呢邊先，係啦，我哋咧將會有5秒鐘時間咧，俾你睇下拜年急口令嘅內容，睇實咯喎。 5秒鐘㗎咋？ 5秒㗎咋嚇？Yoyo 咧就係你望一望先，Yoyo 快啲望啦！我先啊，攞冠軍嘅。哇！唔係5秒啫，跟住就冇啦。唔使擔心，嗱，俾5秒俾你即係感受一下先啫。背晒佢啊！嗱，跟住咧，一開始咧就有30秒，喺30秒內咧，你讀翻頭先，睇下讀到幾多，讀晒就最叻啦。 睇都睇唔切喎啲字。嚟啦，你得㗎啦！好啦，唔好等佢啦。 OK， 好。預備。3、2、1。虎躍騰飛迎新歲，我陳自瑤喺度恭祝大家心想事成，迎春接福，龍馬精神，金玉滿堂，健健康康，唔使化妝一團和氣，發個豬頭年年有餘，掂個碌蔗人氣超好，收視長紅，着數攞到盡，唔止精得美，好聲又好氣，幸運冇法擋，套套都擔正，明年又攞獎。 識貨代言身價暴漲，食極唔肥，荷包腫脹，貴人相助，少人借名，贏到